啟示錄第2章1到7節，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，那右手拿着7星，在7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勞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。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們是假的來。你也能忍耐，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，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，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臨到你那裡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攞去。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，這也是我所恨惡的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得勝的，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。